继续来看，警消人员伫疫情的期间相当的辛苦，出勤量增加真多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去慰问警消人员，最近侯友宜因为防疫，有几啊届甲中央来开炮，更加甲总统甲议长来话话，请因到第一线看人民的痛苦。侯市长阁伫咧面册发文章，质问政府是毋是电话卡通，但是煞甲耳仔往起来咧。侯友宜讲，带政府做6年啊，做了好甲歹，人民的心中自然有一支笑。去看基层的关键，确认防疫物资敢有够。检查消防兄弟个人的防护装备，为出勤做准备，确保自身的安全。疫情高峰期，警消人员的勤务有够济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送慰问品，表现出亲民的作风。为着防疫，伊讲卡真的电话号指挥中心，伊也毋过拢无法度解决问题。伫面册写讲，电话接通后，敢是耳仔全咧往掉咧。新北市面对人民在第一线所受到的冲击，我们会倾听人民，也想解决人民的痛，希望中央能够快速的自主应变，因地制宜。侯友宜一直以民众为出发点，搁话讲总统、院长爱到第一线来看卖。今日这都是520蔡英文总统就职纪念日，中央施政的表现安怎？地方的感受如何？好快，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。攻击日头有较轻，将分数留予民众去拍。严过伫疫情的期间，侯友宜敢若有找回应过铁汉的本性，伊咧特色要算盘，话界拢真好记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